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有的人可能唔知抬头、黄头、乌头的毛头如何共用嘅，只係品種用途冇共用。毛头係抬頭到8分暑假下摘下來嘅頭夾。台灣上座主要種嘅品種係十色，故所客話咪有講十色頭。台灣人部隊民國62年開始種，是由代替20年外銷日本第一代好鋼琴。到80年代受到產業徙去中國、韓國、泰國發展起來嘅影響，有10年外銷量存沒一半，一直到92年又個好起來。民國96年起始，天天嚟歸到第一，喺台灣外銷數沒落嘅有韓式德國北上來嘅外銷農產品。十色頭一年2期，作為應徵天時問題，代替4500公頃面積嘅產量，忙是有按多倍。按算有3.5萬噸個價喎，去年幾年嘅外銷日本，每路3.7萬噸呢。產量加按多，唔過國內十色頭嘅冷凍加工廠310間呢，頭也加班還係耐唔好。故所最少有200公頃嘅毛頭田愛留種，也算特殊變做黃頭嘅。產業發展愛穩定，當然是唔得一下提高多，一下又冇貨。天下天時變化安泰，十色頭產業也會慢慢用嚟進步，繼續維持第一。一櫃太片嘅尖牆，無邊無順嘅毛頭田，下網改起來，毛頭最下網轉往嘅黃頭嘅，土地上有8分報價下，土地改起來，今年喺台灣毛頭派出嘅頭年。蔡書記師阿哥一夾夾嘅體位做到茶道行，有一個毛頭架下一種咁嘅場面。蔡書記數起來嘅頭夾，差唔多將數嘅到85%，剩嘅15%，一到富裕農民做嘅同經驗都轉去，看來做係一口田，一片蔡書記經過，幾片農民經驗，也特別本地台糖飛港嘅農地，也係台灣毛頭生產嘅傳奇。我以前是攏去做那個農民的啦，農民去做了，農民種給我們，不是像現在我們自己種，93年就開始來這裡租這個農場的地，那個時候來面積沒有那麼多啦，現在的機器什麼都有了就做了比較多。我在這裡的農場差不多有200多家在這裡啊，那。陳永華喺台灣毛頭生產聯誼會會長，現在係同小農大企業合作，人工喺頭販嘅總盤數，也設個同民農期產一大筆，總係250甲邊呢。那個同袁家南係200人甲嘅企作田，加來嘅陳建義對各種出業做談談記來中。在93年之前都是種那個跟農民去做的，都是在中南部，都是農戶種，我們就是去收。到93年後，就是日本客戶的需求，後來他是要求我們要大面積大農場，才不會有農藥殘留這個問題。現在都是基本上就是一半就是種植農場，一半就是往去做的中南部區域這樣。因為我們機器都已經都一手了啦，一手讓它一手就開始完成了呀。就種啦、打啦所以我在寮啊那邊的農場，我寮那邊的是很多機器在那邊啦。所以投資的來都把錢都投在那個機器裡面這樣啦。就這個產業現在喺日本還是很吃香啦。是一般那個在大豆的話，都是屬於像這種三葉。三出戶葉，那因為我們有收集到日本的一個品種，它是黑豆，是5葉的，那我們就經過一個改良、雜交、授粉之後，我們把它引到茶豆來。對產皮葉嘅到5皮葉嘅，行卡式嘅到日頭，頭夾做行卡有養分。高雄農改場副研究員朱桂龍認講佢係毛頭王子，對品種改良做起事。帶頭同台灣毛頭發展咗6件，台灣毛頭對民國60年到民國79年係鋼筋清好時節，嗰陣時中國同泰國都盟友，台灣1年外銷日本有4萬公噸安多，
民国79年起始开放台商去中国投资，台湾青岛是有36间食品冷冻厂做毛头，这样是按算青岛有30间工厂去中国设厂。故所长短短的6年，民国85年外销日本对4万吨降到25000吨，中国係對人增加到25000吨，年是年經減少到民國90年，係台灣毛頭外銷青少時節。就到民国90年的时候，是台湾毛豆大概是算一个最低潮的时候。我们外销给日本的外销量只剩下22000吨。那中国大陆已经从过去的从民国79年80的0，已经增加到44000吨，刚好是我们的2倍。今年豆仔看起来大个，啊怪得品质都好，啊3粒银的都济。豆当日逐人像咱就食好，啊无法度啦，这无可能逐年拢安尼啦。朱桂龙喺同民國90年結束了藥廠，佢同加工業者去中國考察，發現台灣毛頭品種同加工設備同中國海巡成分見來見看得到，總嘅面積至少也有幾百公頃到幾千公頃，比起台灣這樣時增長2、3分之一嘅小農，做得講田呢隔5里，係講台灣行喺偷翻呢來同8個嘅小農合作，生產成本根本比唔贏中國。中國大陸他們的人工非常的便宜，那我們去到中國大陸的加工廠，發現人家一個工廠請的都是500位、600位的一個人工，那在台灣大概都只剩下100位，那你要去跟他們拼人力的話，然後要拼那個成本，然後拼價格，大概都贏不了他。以前那個就是用人工採收。從那時候工人比較多，就是一天哦，1公斤都是從3塊開始採，再來漲到4塊，再5塊，再6塊，到6塊的時候就引進機器進來了。為到這個同台灣毛頭產業發展起來，朱桂龍同農委會提出毛頭太農場機械化生產計劃，同台糖高屏地區漂嘅貴太片呢，飛港田橋，這個傳統頭髮呢，轉去做農民。曾用發量子也做利益，加到4幾千萬元來自機器，這個交本冷凍加工業者保證駕駛需求，一方面保障專業農業收入，未確保品質合乎到日本檢驗要求。民國96年，我們那時候的外銷量大概是2萬噸左右，然後整個外銷產值是3978萬美金。那經過10年，我們在去年的時候，就民國106年，我們從3978萬美金成長到8055萬，這10年整整成長了1倍。这个是80天了，以前差不多75天就要開始採了，為什麼現在80天？因為你用一些那個有機肥啦。有機會比較，伊那種較長期啦，有機肥就對啦。你攏用化肥落吼，足緊就起就過啊。朱桂龍副頭嘅6年，愛太專業農用有機皮建立太農場，用機械來生產嘅方式，韓國去日本申請毛頭品種權來保護，對民國96年起始。多嘅廠轉外銷體業，也同日本市場有減嘅一般毛頭做台灣去嘅，比中國同泰國多加多。今年嘅投標都和天時與穩定，但為面積產量亦係增加多，還有到嘅數唔差咧，就等佢做黃頭嘅。今年那個天氣吼，伊足熱啦，吼進前去種你啊，春啊開即開你也無料啊小看吼，控制咧吼，攏一禮拜誒。前後攏總積做好安尼，起來就無法度採袂離，公司產量懸，公司就無才好做啦。今年黃化的大概有超過100公頃，那這100公頃，我們就把它讓它變成黃豆，然後留種變成黃豆。那變成黃豆的話，我們可以去銷國內的一個黃豆的市場。
种个就也着偏做，唔免讲啊七加工呢嘞，种个就也着我哋夹唔干啦，夹慢慢包嘛。所以讲，伊市场上我唔分样嘅咯，一天分样嘅。哦，常常夹唔讲啊，做了特销，唔要用台面积来做，伊当然分样啊。啊，但是俺哋喺度煮通通啲咯，俺哋煮唔烂。面農毛頭農民黃本立同今年將割下來毛頭洗澡愛留種，日頭下一條頭嘅略略飽滿。佢對民國61年就做過毛頭開種農民，這樣是爺呢講緊當好，改去種爺呢，要基本農地落下嘅種地嘅毛頭，最後賣到台北農產市場。今年年冬好，自己自家經驗，產量按算至少比去年加出2、3%。今年嘅產量啊，比年民國106年嚟講啊，個好，因為今年嘅氣候啊，溫度個多嗬，所以講今年嘅毛頭生產啊，我係感覺啊，一分體同比去年嘅比較啊，多出咗差唔多500斤足足啊，台斤啊。一刻台灣種毛頭，本作春秋2隻時期，大概大概種4000到5000公頃。今年報數按算，桃園1公頃，青少數到7公噸按多毛頭，計一期只有3萬到3萬5千噸嘅產量。台灣也有4間加工廠，都喺高屏地區，一間喺屏東高速嘅加工太工廠，一日青島處理到180噸。一般來講，毛頭對身體許多工廠，照標準嘅種植流程，要先透過失敗。阮像這個時陣就開始收嘛，收完差不多到5月底嘛，5月底開始那個7、8月開始種嘛，哦，啊咧10月遐個開始10月、11月開始個收嘛，收到12月底。我們10家加工廠一天大概可以處理的量就是1600噸，那你一下子變成2000噸，或者是又或是更超過的話，那會變成加工廠它來不及加工。那來不及加工的話，就會像我們在田裡看到的，有些豆子、豆莢本來是綠色的，都已經慢慢變黃色的。對身體變做產品，而留喺毛頭本單清甜美食，對割下來到送入加工廠，高屏地區要求到4點鐘內完成。係講對雲嘉南山區送到高屏嘅加工廠，包含交通運輸時間，起碼要8點鐘內完成，先保溫準備熟來。這個夾變多，拿下18土來報稅。咱主動採收就到工廠，4個鐘頭裡面，我們都做起來做半成品了。半成品做完的是到倉庫裡面，咱等到客人訂單下來，哦，你要包什麼麥頭，啊，你到一間公司要甲你買，你再提出來，豆豆啊，梘攏主動家己去包，啊，再銷去日本。這邊是那個毛豆選別，就是把一些不良品啊，比如說比較黃的。然後有斑點的，還有沒有人的或單立人的，還有蟲咬的，都在這邊就把它挑選掉。然後挑選完以後，就開始用自動包裝起來。廠內將合乎出貨標準的雙等毛頭拖出來，生產線方再個同期包裝出貨。加工廠內邊含袋嘅幾袋係能處理嘅。高水冷凍加工廠同毛頭產區，以4點鐘無停，分兩班處理。至少按樣用10間加工廠嘅產能。而同30萬噸的毛頭處理好些，也做唔下山。加班的問題攏很多事情，因為你袂使講毛豆要收啊，你叫伊賣大粒，賣叫賣黃啊，啊政府講袂使加班啊，啊人要安怎？這物件要單掉嗎？政府也無可能了解咱的心聲。一個外銷的一個產業鏈，我們主要就是希望能夠穩定的一個供應，哦，尤其是客戶，他不希望你，供應了3個月，給我斷貨3個月，然後才又一下子又給我爆一個爆量。產量一下增加按多，農民收入雖然增加嘅，加工廠實做唔推。外銷農產品清價唔免年冬好，喺天時嘅變化太大，使之到強性問題。產業發展天貼，除咗做好農地管理，加工廠要天初增加產能，按用外銷日本鐵嘅好供應，真冇辦法繼續維持下去。很擔憂。很害怕，因為為什麼土地台糖嘛一直漲價嘛，電話一直起價嘛，薪水嘛就起嘛。啊，咱外國若無咧甲咱拼的時陣，咱可能若拼無贏人，可能慢慢是很擔心。我們另外想是未來的5年之後呢？5年之後的話，人家的品質也會增加。那
那我们到底要去怎么去做差异化？怎么让我们的品质再提升？上级长官农委会他们也把毛豆列到智农4.0里面，因为他们认为毛豆的产业的发展一直是目前整个机械化发展的最好的。现时台湾毛豆外销日本，品质比中国同泰国好价同多，估数1公斤比人贵3-4港美金，大概新台币10万元币呢。看较长远的话，毛豆要带头做到智慧农业4.0同精准农业，按用毛豆产业做研究没有成功。